嗱喺度啊，南海迎春花市啊，話有巡邏，2排擺滿車，好犀利。交通都管制埋啲。對對對，交通管制啊，好多人下喎，今日又係星期六啱啱啊，第一日喎，今日係啊，迎春花市第一日。行過都變晒。哦哦，為期幾多天？冇介紹嘅。係公眾號嘅2月9號。2月9啊。早上10點。哦，即係過年年30嗰日。哇，好靚啊！啲蝴蝶蘭啊，好多啊。哇，咩顏色嘅都有，好長啊！呢條全部落去都係，哇，好多蝴蝶蘭啊！哇，全部都係，哇，全部都係蝴蝶蘭咧。睇睇，我一直落去俾大家睇睇先得，犀利，衝啊！太長啦呢條，呢度桔仔。衝！等我跑步先得。呢啲係咩？桔仔。哇！蝴蝶蘭，好多蝴蝶蘭啊！呢啲洋葱，哦唔係水仙，水仙。哇！好靚啊！啲蝴蝶蘭。哇！好長嘅。花，哦呢啲係茶花吧？我識得花瓶啊！工資又發埋啦！看看年桔，哇頭花細棵嘅，哇蝴蝶蘭啊！主打蝴蝶蘭嘅咩？咁多嘅年桔冇啦呢度。哇！入底仲有咧嗱，入底呢度富力呢度啊，富力。從呢邊開始睇，一直睇過去嗰一邊，好大咧。睇睇有乜嘢買？哇！糖葫蘆啊，20蚊7個圈啊！誒，60塊，它這個。呢啲花幾錢？58一盆。哦，係咩花啊？繡球。哦，好靚啊！哇，呢啲好紅當當啊！冇係。哇，好靚。嗯。呢啲蘭花都好靚。哇！是真的辣椒，可以吃的是吧？哦，可以食嘅辣椒。呢個係紅薑係咪？哦，呢度係紅雲當頭，好靚啊！仲有上邊呢啲叫咩嘢？哇，有呢個玩喎，10蚊一次，有獎品嘅。嗱，呢邊圍住一圈都係好多啊，對面仲有呢邊，好靚啊！哇，睇睇都值啊，來行一圈啊，冇買都抵啊！哇，靚咯！呢個38蚊一盆咯，可以開幾耐㗎？至少2個月。2個月。至少2個月。咁耐㗎？你如果識玩嘅話，5月份。哦。呢邊就係食㗎啦，食嘅。哦，呢邊係食㗎喎，老公。哇，好多陳皮啊！啊，睇下。用幾耐混律在情一邊，動盪時日。願你可不管出生在哪年份。
好積極。咁我哋第三問題都係好簡單嘅啫，就係可以講出我哋一個關於龍年嘅一個成語嘛，都可以送俾我哋在場嘅每一位觀眾啦。祝大家龍馬精神。好，多謝送上我哋嘅一份幸運嘅禮品，送俾你，希望你可以喺新嘅一年可以行好運，身體健康，一帆風順嘅。咁我哋送完禮物啦，咁咪送首歌仔俾大家。我要這個花生的，要半斤。有鹹有甜嘅。呢個同呢個有咩區別啊？呢隻係呢啲花我好中意，好多花苞啊，養到過年就開得好靚噶啦。哇，好多啊！哇，蝴蝶蘭，哇，靚到，哎呀，飽眼福啊今日啊！仲有呢啲，哇，呢個好大啊！呢鋪係海棠係咪啊？海棠嚟嘅。哇，好靚啊！呢個開到開得真好看。買咗呢個年糕，呢個係嗰啲係咩啊？油角，20蚊雞呢袋啊，20蚊雞8兩，年糕呢度16蚊，28蚊一斤。哎呀，好呢，誒，個切咁大嚿，都細嚿。嗱，你食，你食。你食。